接下来我们延伸练习我最想的题型。我最想的句型是我的头像什么类别是人类，要改年人哦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一题。台湾有真多好料的蔬菜，很头像头开你味料，请简单讲出很样子要上头开咖味。套用句型过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回答：我的头像头开料的蔬菜是花莲，因为咖喱味空气好，令人感觉真快乐。也有真好吃的物件哦。我们再来练习一题。我最想很头上头做要改头路，做要改上头做你改头路嘞。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回答：我头上头做的头路是柔意面的先生。因为我感觉照顾小主真心实。我们再来多练习几种职业。我头上头做的头路是副茶书记，因为我真爱蔬菜，感觉慢那边可以舒服，真出油。我上头做的头路是工程师。因为我真爱研究科技问题，未来会用民用科技来感应地上空。另外一个工作呢是护理师，我们来看例句哦，跟回答。我头上头做的头路是护理师，因为我感觉照顾破病的人，对自己的身体较健康健。有一种亲切感。无论考生是男女，都可以做任何职业，因为只要工作是你的能力跟兴趣，而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。